112年学年度市长奖的颁奖典礼，第2场伫新民国小活动中心来举行。由着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，予687名的学生。每日同学嘛拢特别准备，甲市长来耍市长陪你拍。而市长嘛真全力奉陪，不管是劈腿、拉筋，或者是公主抱，市长表示，虽然迄员腰酸背痛，但内心也是欢喜，希望予毕业生有美好的回忆。今天同学们的这个花样比较多，有女生要抱市长的，也有男生要这个公主抱市长的，也有女生这个劈腿，或是说这个拉筋的，是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弄得我真的是腰酸背痛。不过还是很开心，因为要祝福我们的同学毕业了，所以身体上很累，心理上还是很开心。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同学，不管是市长讲的，还是所有的毕业同学，大家都毕业快乐，鹏程万里。不管是学舞蹈的好风范，女学生抱市长，或者是市长的公主抱，每一学生表现拢真优秀，不止学生家长欢喜，市长的表现甲配合度，学生嘛拢相当的娱乐。因为我本身是学跳舞的，然后之前有在想我会上市长奖，然后要用什么方式的来上场，然后我就想到，因为我也很会小帆那些的，所以我就很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独特，然后最帅的一场。非常棒，100分。但是我本来叫他要让市长公主抱，但是他害羞。在国小的时候也是市长奖的，然后就想说，我国小就已经以这套服装来拍照，想说国中就是再一次这样子，可以再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。这届颁奖包括东山、白河、新营甲柳营等13区的国中小，109间学校，687名获奖的学生。市长奖分优学奖、语文、科技、艺术加体育，以及嘉诚奖加励志奖等。今年更加进一步运用数位科技，推出市长陪你拍2.0台南版的人生四格。所有的毕业生拢能够透过 IG 的滤镜，甲市长共庆，做伙来创意翕相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